鏡子練習21天創造生命奇蹟。第一部分，學會愛自己。第一天，愛自己。第二天，讓鏡子成為你嘅朋友。第三天，監控自我對話。第四天，放下過去。第五天，建立自尊。第六天，釋放內在批判者。第七天，愛自己。回顧第一周。第二部分，愛內在小孩，釋放恐懼。第8日，愛你嘅內在小孩，第一部分。第9日，愛你嘅內在小孩，第二部分。第10日，愛你嘅身體，療癒你嘅痛苦。第11日，擁抱美好嘅感覺，釋放憤怒。第12日，克服恐懼。第13日，帶住愛展開新嘅一天。第14日，愛自己，回顧第二周。第3部分，療癒關係，接收富足。第15日，原諒自己同埋嗰啲曾經傷害過你嘅人。第16日，療癒你嘅關係。第17日，活得冇壓力。第18日，接收你嘅富足。第19日，以感恩嘅態度生活。第20日，教孩子做鏡子練習。第21日，而家開始好好愛自己。